休漁期終於結束咗啦，睇下啲白鯧仔幾細條，不過魚肉都好滑㗎。呢啲白鯧仔30蚊一斤，呢度買咗40蚊，分2餐，一餐就咁清蒸。今晚呢一餐用油鹽水嚟到浸，先將啲魚洗乾淨，準備2片薑同埋一啲蔥，保留返蔥白部分，綠色嗰部分用嚟切絲，再用食用水浸泡一下，浸咗幾分鐘之後，佢就會自然咁樣捲起嚟，係咪幾靚呢？煲滾1鑊水，加入1茶匙嘅糖、1茶匙嘅鹽同埋一啲食油，加入薑同埋蔥白，等啲水再煲滾返之後，將啲鯧魚仔放入去，盡量平鋪喺個鑊裏面，啲水滾起返就熄火。呢啲咁細條嘅魚浸3分鐘就熟啦，大條啲嘅最多加多1分鐘就好啦。浸好啦，將佢撈出嚟，擎返乾水，加上蔥絲，蘸上熟油，加多少少蒸魚豉油，搞掂啦。試下先，啲肉質真係好嫩滑啦。我覺得用油鹽水浸比清蒸更加嫩滑，更加好味道。你哋都試下啦。